小朋友，通讲啊，就今日要做掠迄么，掠迄么个啊？冇错，掠迄菜包，菜包。哦，唔知大家伫做乜个？客家人嘅菜包很有名嘛？为什么客家人的菜包这么有名呢？掠迄味，客家人呢对做工田，头摆迄做工种人较多，故所呢对客家嘅美食料理就做到有轻度嘅想法。研究问问讲，掠客家菜包迄几时吃的呀？奇怪吼，因为你会想讲，我们在过年的时间，你会吃到甜板、发板，还有强两瓜子。前一阵子那个清明节扫墓的时候，你会吃到嘛个呀？捏板，绿绿的爱板，捏板，还有粉板，还有发板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菜包都在客家人迄乜个时节吃的呢？那个阿妹讲，伊就头摆4个时节啦，就是菜包就会寒时寒节就大了吃。不过啊，还有一种传统嘿，韩国客家人大菜包嘿，长夜班嘅时节会吃菜包哦吃。啊，做乜嘅长夜班会大菜包来吃呢？韩国不会以为长夜班刚好叫我拜八公。啊，逐摆拜八公啊，无拄迄拜鸡鸭，无拜上神，吼。啊，故所呢，客家人就想到讲，过年刚好迄菜头大东太出嘅时节，故所啊，伊就想讲，妈做得来搭一只菜包来拜八公，还佫拜神明，祈求神明做得庇佑大家平安康健，故所呢。就有大菜包嘅风俗，韩国大菜包，你看那菜包啊，它有另外一种说法哦，很多。煮笼饭，为什么叫煮笼饭呢？因为一个外形，因为它的外形很像猪笼。好，就按钮了，再来了。